詩篇39篇最後嘅一節，嗰個禱告都好值得我哋去學習，都係用呢咁嘅方法去祈禱，去求你寬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，可以力量復原。究竟係咩意思呢？第一就係求神去寬容我哋。詩篇39篇一開始嘅時候就即刻祈禱，神啊，求你唔好喺烈怒當中嚟到責罰我，你唔好喺呢個盛怒裏邊嚟到係懲罰我，因為我一定擔當唔起。然後我哋去祈禱，神啊，求你俾我能夠畏罪憂愁，我畏罪憂愁嘅時候，我就唔會咁隨便去犯錯。但喺總結嘅時候，去呼求一件事，神求你仍然嘅嚟到寬容我，俾我有機會嚟到係去面對我自己未來嘅日子。仲有就係求你使我去而不返之先，係指咩？我死之前，因為呢個死亡嘅路係一個去而不返嘅路。你唔會話哎呀，我唔捨得啊，我就翻轉頭。你要死就死嘅。但係求你幫助我去而不返之先，我可以力量復原。你諗一個老人家，其實身體一定出咗好多毛病噶啦。年紀越大咧，就越容易咧，即係有一啲嘅毛病。但係詩人仍然去禱告，神求你叫我去而不返之先，我嘅力量可以復原。意思就係我仍然滿有力量嘅，有能力去服侍你，去幫助你。我自己都深體會，而家錄影緊咧，我其實一路都好攰嘅，好想瞌眼瞓，所以可能你見到我兩眼無神，我夾硬撐落去。錄影完之後，我話我仲要咩咧？我仲要負責喪禮。翻嚟喪禮之後咧，仲要開會，就係去探索我哋教會，再去新嘅教會呢啲嘅事情。所以我都會求神，神啊，我力量係唔夠嘅，求你幫助我咯。我當然唔係為咗自己啲咩好處，而係為咗神。我喺3月14、15、16 3日都好特別。星期六晚咁咧，就我已經去晏晝負責完婚禮，夜晚有自己嘅晚堂崇拜完之後，我再出九龍飲佢哋嘅喜宴，去鼓勵佢哋。但係第二日15號，我朝頭早7點3、7點9到啦，我要翻到教會啦。因為咧好日我都唔做崇拜主席，但係嗰日要做主席，我要再同司琴嚟好急。我要講3堂道，喺大埔2堂，跟住去葵涌，晏晝又有婚禮，夜晚又有婚宴。但係禮拜一啦，我照樣要9點12翻到教會，唔係唔攰噶，攰噶。但係我同神講，神啊，我要為你嚟到工作，求你俾我力量可以復原，我真係可以順利過到。所以如果我哋知道我哋係為神嘅緣故，我哋即管大膽向神求咯，求神俾我哋有力量去面對每一日。呢個係咪你嘅祈禱呢？